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鲍昆萁带团去中国访问，回国嘛强调讲，中国有真大的诚意，对两岸关系帮赞是真大。也毋过哦，还无到一天，中国海警今仔就公布一段因伫金门海峡执法的影片，佮宣布讲金门海峡无禁限制水域，未来哦会常态化来进行巡查。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，两岸关系毋通亲像春天后母面，两岸应该做伙拍拼，莫造成人民的惊吓。对阵的行动已经严重威胁我的航行安全，且违反航行，无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准承担。中国海警警官用闽南语公布，经过咱国海巡，中国29暗公布，金门海峡已经无禁限制水域。福建海警要伫遮常态化巡查，为民众翕的画面中会当看到，中国海警船拢伫金门禁限制水域，驶伫惠船的边仔。国民党团总召鲍昆萁访问中国了后，家己讲，这桩是真有成果，两岸关系会有所进展。中国拄仔宣布开放福建民众到马祖旅游，才过无到一天，就放出中国海警伫金门4个位海峡执法的影片。当然，两手策略也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所谓两手策略，就是硬的更硬，软的更软。释放善意的话，他们会释放更多善意，但是在这个硬的部分，比如说包括军机包括这个海警这个部分。我想大陆也不会停止的。另也批评鲍昆萁访问中国团带来的小温小费完全当袂去检验，唔通过老婆背锅，自卖自夸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，那两岸要有所进展，就唔通无稳定。如果要春暖花开后，就不要阴晴不定。两岸呢，一定要共同的努力来使得两岸之间的人民呢，都没有恐慌，而且呢，能够有更健康有序的这样的一个交流。陈建仁表示，对于中国伫海峡所做的骚扰状况，相关单位拢有所掌握，呼吁中国应该先尽区域议员的责任，使得整个区域会当稳定，唔通进行骚扰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